家人赖老师赖老师夫妇发挥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救度众生的精神。那个种子、灵鱼子都要分赠给有缘人来赶快多多栽培，可以救很多人。你看山药的叶子、橙子晒干来做山药茶。你看公的花晒干还可以治那个闭源洗肾哎呀，这个救难救苦救难好东西这是基隆省的山药。有林泰康有基隆厂，有林泰康有基隆厂，市民农园，15坪1个月200块，一次半年份1200块，就可以种那个山药啦，还可以结这个叫灵鱼子，公花向上翘的，那个花晒干再泡茶也可以，还可以不必洗肾的，母花是向下的嘞。灵鱼子不是从花结的了，是直接在叶子旁边生的了。何首乌嘛是安尼叶边仔生，这是山药。